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北市的刑警大队来判一件犯罪案件。自称天道明太阳会分会长的嫌犯，家己枪支交予下骹细汉的保管，结果去由警方来查扣。这个嫌犯竟然是翻头，甲这个细汉的厝内底的人恐吓讨要爱钱30万，家属挡袂牢来报警。警方经过几啊个月跟踪搜索，总算甲这个嫌犯甲集团的成员5个人总抓起来。一路车几啊名刑事直接冲入这间徛家，入门了后，跳钢棒架写了山内酒楼要来掠人。剃着白头穿乌衫的这名食神嫌犯，唔但将枪支交予阿弟仔来保管，也搁下面恐吓参卡油。谢姓主嫌及该不法集团成员共计5名，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条例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恐吓取财等罪嫌，移送台湾基隆地检署侦办。台北市的刑事请也开记者会，但是另外一边冤家相拍又完上演。伫11号透早4点外，规定穿乌衫的人伫咧东区的夜店，唔但相拍，也搁互相呛赌。破口卖翕，但是有民众早就已经报警，警方伫第一时间指派2个警察来到现场，看到精神唔对，赶紧搁叫30个来支援。只是警察都已经来到现场，煞无逮捕任何一个人，恐质疑是毋是想要大事化小。不过警方是解说讲，已经掌握到8名至10名嫌犯，会开始来调查。